好，大家好啊，又係師傅我啊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個少少嘅知識嘅。嗱，嚟緊啦，2026年嘅7月19號係咩日子啊？係今年第4次嘅天赦日。好啦，亦都係6月初6喎，農曆嘅6月初6喎。今晚呢日係咩日子咧？就係天放日。可能大家咧好少聽過天放日係咩回事啦。嗱，天放日咧好簡單嘅啫。其實就係上天賜福開天門嘅一日，係幫我哋立財立福。咩叫立財同立福啊？即係話令你嘅福氣更加提升，令你嘅福祿更加好，即係財富上更加旺盛，開天門俾你哋咁解。好啦，咁天赦日大家都好熟噶啦，就係話咩？玉皇大帝咧趁住呢一日咧，就赦免我哋好多嘅無心之失。幫我哋咧就消災解厄、消業障。咁啱先呢一次嘅天赦日加天放日就係同一日發生，所以咧係兩個大吉日咧喺埋一齊。好啦，咁所以啦，如果朋友仔你哋係想去報呢個天赦日加天放日嘅話咧，就盡早報名啦。睇到呢個 video 咧，就好馬上去同我私信留低個位啦，因為今年會限咗位啊。限位嚟限報名，因為太多人報名咧，做唔切啦，好多嘢都好唔好啊？咁你哋緊記咯喎，嗱，天放日係乜嘢啊？立財立福，即係話幫我哋咧係立更加好嘅運氣，立得更加好，更加多嘅財富。同樣地，天赦日係幫我哋消災解厄。OK， 好啦，嗱，睇完呢條片嘅就馬上 WhatsApp 我啦。咁啊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